隸屬意大利歌劇院 Opera 最新發表 Classica V2 系列嘅 Grand Missa V2，配備全新嘅設計造型，中央部分鋪上咗瓦黑色嘅人造皮，多添一份尊貴嘅視覺效果。兩旁側板就用咗啡色木紋同埋水泥灰嘅修飾，塑造與眾不同嘅新派意大利風情。身材修長嘅 Grand Missa V2 聲箱採用簡稱 DCAAV 嘅雙失色串聯共鳴設計，配合兩條位於聲箱背部嘅導向管，令低音下潛幅度同埋能量感都比傳統嘅反射式設計更加優勝。呈八字造型嘅黑色伸展式底座就用咗鋼材生產，配合經過電路處理嘅專用底腳一齊用，就可以全面提升聲箱嘅穩定度。Grand Missa V2 嘅分音環節係採用兩路半設計，佢身上所用嘅單元就包括咗前掌板採用鋁合金精製而成，配備薄如禪翼26mm 半球形絲質纖維振膜嘅高音。至於兩隻分別負責中低音同埋低音補償嘅 150mm 直徑單元，震盤部分就用咗高光性嘅鋁合金生產。組裝前仲要經過黑色陽極處理，防止氧化。至於分音器部分亦都用咗德國 Mundorf 嘅薄膜電容同埋廠方特別訂購嘅補品級線所組成，令 Grand Missa V2 嘅失真率同埋高低兩極伸展都會比體積差唔多嘅同級對手優勝。如果大家想親身體驗 Opera Grand Missa V2 嘅真正實力，歡迎致電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